死到遮，也请有带手机仔的，甲关机也关做震动。上主啊，我要全心感谢你，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要称赞伫锡安做王的上主，将伊的作为保养伫万民的中间。主啊，求你开我的嘴，我要称颂保养你。愿早起时保养你的慈爱，下暝时保养你的信心。要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要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
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极大的称赞。咱三甲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第258首，讲咱齐声感谢上帝。用新的概念来做咱的信仰告白，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接上帝。这个家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3次成熟。你着听主天主道义，这两条也是全部法，也是总平衡。请坐，咱即时要来用经文第59篇来启用罗马书第10篇。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心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是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
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热哪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敢有真正拢捌听见？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咱即时三角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现在，上主，你至大，有权能、荣光、胜利、威严，天顶地下所有的拢是你的。上主，国是你的，你主权是万有的主宰，不如尊贵拢对你来，你嘛掌管万有。你有大权能、大气力，互人伟大强盛。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称赞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祝福阮尊贵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祝福阮伫财物甲各种的见识上，侪搁较侪，会当分别是非，做信实无过失的人。伫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顶面，满心知上帝的旨意，伫主荣耀的权能中，通伫逐样的力上加力，凡事欢欢喜喜，忍受、宽容、顺服，互阮有活泼的愿望。感谢你提升阮的国家，互台湾的百姓看见家己的避风所。赐互阮有世界观的政府，拍开台湾甲世界同行的路。台湾成做世界中的一份子，增加台湾的安全性。哈利路亚！感谢主，台湾的政治家无再只顾着家己的利益，实行愚民政策甲教育。感谢你赐互阮有一摆合理旨意的教育改革，台湾人觉醒伫你的旨意中，也互世界看见阮台湾。哈利路亚！感谢主，亲爱的阿爸爸上帝啊，恳求你怜悯阮，原谅人类的骄傲甲野心，恳求你煞世界的战争对立，毋通有瘟疫灾害。食物无欠缺，各种的资源无分配不足，毋通有通货膨胀，人心毋通对倒，道德价值观毋通沉沦。亲爱的阿爸爸上帝啊，恳求你怜悯阮，掌管台湾年底甲2004年的选举，伫选举中。阮就袂因为庆宴的火把头所发出来的臭屁来惊吓，也袂心内失去平安，搁较袂因为卖国游行的恶者所发出的言语来担忧。恳求你赐了辨明是非的灵，互台湾的百姓，互讲白贼的自食恶果。除去政府政治人物，毋通为着家己的声量破坏价值观的行为，毋通摕人民的钱满足家己的权力欲望，互魔鬼的诡计无法得逞。赐予阮一个行你旨意、疼百姓、有公义的台湾政府，上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气力，拢归乎阮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
即时家庭诗班要带咱来学乐，主听我心声，永远伫我心。三甲来共读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第4章第5节。14节，总是你着持守所学习、所亲信的道理，因为你知这个是对啥物人学习的。你嘛知，你对细汉就用着圣经，这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通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全部圣经是上帝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
互服侍上帝的人装备好势，通过逐项，通做逐项的好事。第4章第1节，伫上帝甲伫要审判所有活人甲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这因为基督要显现来做王，我谨慎吩咐你，要传道理，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拢要坚持去传，要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督责、鼓励，因为时机伫要到。迄时人袂听到健全的教示，耳耳孔毋听真理，反倒趁家己的私欲，耳孔上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合意听，无影者的传说。总是伊凡事着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者的工作。尽力做上帝册用的本分，上帝的确将伊的话刻掉伫咱的心。今仔日牧师讲道的主题是听细微风的吹声。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欢喜。帮掌管，互阮对领受你的话，阮得到祝福，也互阮知，阮怎样对听来向前行，会当伫每一日活出你的心意。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请这代平安。透早一起来，咱就听到外面的声无共款，对无？今仔日咱听到啥物声？开始有落雨声，每一工咱听到的声音拢无共款。踮伫咱的教会，踮伫大马路边，所以逐工拢有无共款的声音。有落雨声，也有一款声音定定出现，毋知影咱知影是啥物无？救护车的声音，救护车的声音嘛会定定出现，踮伫咱教会边啊，啊，阁有咧。回轮机的声音对无？咱的教会嘛踮伫航道顶悬，所以嘛有回轮机的声音。逐工有无共款的声音一直出现，踮伫咱的身躯边。咱真歹去判断，也有当时啊袂注意的时阵，咱袂去听讲，到底这的声对咱来讲有啥物特别的意义？听是艺术，听也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技巧，帮助咱去分辨讲，到底上帝在对咱讲啥物。所以当落雨声的时阵，毋知影咱感受到上帝对咱讲啥物无？当咱听到救护车的声音的时阵，咱有分辨讲上帝要讲啥物无？当咱听到回轮机的声音的时阵，有发现讲上帝到底要对咱讲啥物无？当咱每一摆来到伫教会中间，咱听金丝的声音的时阵，咱阁听到啥物上帝要对咱讲的声音无？当咱每一摆掀开圣经，咱读圣经的时阵，咱感受到什物上帝所要对咱讲的话呢？今仔日咱继续读提摩太后书，保罗不断地对提摩太讲话。虽然咱讲是讲话，毋过伊是安怎讲？伊是透过写批的方式来讲。保罗继续咧讲，伊邀请提摩太讲：你爱听，你爱对这的话语中间去听上帝到底要讲啥物？你爱对这的书信，对这的文字中间去听耶稣基督的故事是啥物？你嘛爱对这的文字去听圣神风吹过的感动，佫是啥物？因为提摩太咧对抗啥物？踮伫今仔日咱所读到伫后壁第4章的时阵，咱看到提摩太所咧面对的，有侪人无爱听
健全的教示。有侪人毋愿意听真理，反倒要趁家己的私欲，耳空上，并且一个一个教师来讲因合意听，无影者的传说。这是提摩太所咧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讲，提摩太踮伫整个的教会的气氛内底，伊听到足侪无共款的声音。有的人讲这，有的人讲迄，有的人爱这，有的人爱迄。这一切的讲话，老实讲，并无真正的意义。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你爱转来听上帝的话，到底咧讲啥物？你爱转来听上帝的启示，到底是啥物？这个启示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彰显踮伫咱的眼前。保罗对提摩太讲：你爱学习我所教示互你的。你爱学习我所教示互你的是啥物？我做人生活的目标，就是用信心、宽容、贴心、坚忍，持守伫上帝的话，也分担我所捌承受一切迫害、一切的痛苦，咱所经验的一切。上帝咧讲啥物？咱所经验的一切，我所服侍的，我所经过遮的见证，你听到上帝声音阿未？所以，伊对提摩太讲：你爱学习我所教示，也教互你；你爱持守遮的真理，你爱知，你对通学习的，你嘛爱知。自细汉开始，你已经领受圣经。就是迄个会当赐予你智慧，会当引带你生命方向，互你照着信耶稣基督，通得到拯救的迄本册。这是上帝的奥秘。你爱领受上帝的启示，看见耶稣基督的显现了后，当你踮伫每一摆祈祷的时，问讲：主，你要对我讲啥物？咱讲话其实是对听开始的。咱有听到声音，咱才会开始讲话。所以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对听开始学习怎样祈祷。有当时咱定定祈祷，咱定定讲话，咱不断向上帝祈求，但是咱袂记你啥物？咱袂记你讲啊，上帝有对你讲话无？咱一直会讲。踮伫每一摆祈祷的时阵，赶紧将我生命中间我即马所需要的一切全部拼互上帝。啊，但是讲煞就安怎？阿免了，哪亲像多？无咱的代志啊！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但是咱袂记你去听。所以有一个祈祷的师傅，一个修士，伊安尼讲，伊讲通常我咧祈祷的时阵吼。会祈求我所认为我感觉好的代志，然后咧，我会足坚持，嘛足固执，为着遮个代志祈祷。听起来真正是安尼，咱定定嘛是安尼。当咱咧祈祷的时阵，会不断向上帝祈祷，讲我认为真好的代志，我认为对我是好的代志。然后足坚持的，伊嘛讲我嘛足固执的，啊，甚至是对上帝讲高高甜啊。对上帝死缠烂打，讲你一定爱听我的祈祷，但是无想到讲啥物，无想到讲啊，上帝要互咱的到底是啥物？啊，所以伊才继续讲即句话，讲，但是当我每一摆我感受到上帝赏赐互我的物件了后咧，我就开始后悔啊！我开始后悔讲，为什么我踮伫祈祷的时阵无大声敲吹上帝的心意？啊，因为有当时啊，代志拢无亲像我所想的，我想要安尼，但是上帝拢互我迄个，所以伊要教导咱每一个人讲：如果你现在无随时得到上帝所教互你的，毋通感觉艰苦心，因为伊要赐互你的是搁较好的。这个搁较好的是啥物物件？互咱会当踮伫祈祷中间学习、坚心、听候。互咱踮伫祈祷的时阵，坚心听候上帝，享受主甲咱的同在。
这是祈祷一个上界重要的代志。伊讲有啥物比这搁较好啊？有啥物代志比咱会当甲上帝有好的交陪，享受踮伫即个关系内底搁较好的咧？所以听见上帝启示的道理，互咱知影讲基督是咱的主，互咱知影讲踮伫混乱甲艰难的中间，基督有权掌权。这是保罗要提摩太提醒头一项事。你爱掠条迄个启示的道理，迄个启示的道理代表讲，无论踮伫什物款的境遇中间，伊永远掌权。上帝永远是至大，只有伊知影你需要什物，无人会一直去听遐个不实的言语，爱听合一的物件。有济济无影的传说，一直围绕踮伫教会的身躯边。保罗对提摩太讲：你的任务毋是一直去对抗遐个物件，你的任务是爱重新掠转来，重新掠转来讲上帝，你自细汉所学习这上帝的话，就是圣经，到底对你咧讲啥物？所以你爱去听，你爱去听启示的道理。煞者伊阁继续讲啊，头一个是你爱掠条迄个启示的道理，第二个你爱掠条迄个所写落来，你所读到的一切。耶稣基督的性命，通过一代搁一代写落来的故事，传承甲延续。即句话咱拢真熟悉。圣经的话是啥物？全部圣经的话是上帝的神感动所写的。华语咱可能搁较熟嘛。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是上帝的神感动所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即句话咱自细汉背到大汉，毋过即句话到底咧讲啥物？上帝的神感动所写的，也是咱另外一个翻译叫历史末世，伊咧讲啥物咧？这是上帝分开甲输入来的声音。伊讲上帝神的感动是安尼，都是上帝呼吸的声音嘛。你是上帝真微细一个吐气甲输开，这个不断，这个讲话伊咧呼吸的声音。当伊输入去所有的气的时阵，那亲像将生命中间所有的混乱、所有的困难，拢吸入伊的内面。当伊吐出的时阵，那亲像这一切的歹事，重新受到换新，一切罪因由，一切邪恶的权势，踮伫这一上帝的转化下面，已经成做全新的可能性。所以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伊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咧做工，通过写这个故事，一代搁一代延续落去。咱真清楚一件代志，提摩太这个时阵所看到这个圣经，绝对毋是咱所摕这个圣经对吧？这句话讲宣布圣经，伊咧讲啥物？绝对是代表旧约圣经。咧代表旧约圣经记载着上帝对创造人，也看见上帝对人踮伫罪恶的权势中间，以色列人怎样一代搁一代背逆上帝的话，毋过犹原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互这一切成做美妙。所以上帝咧呼吸的声音是啥物？咱要安怎听？上帝呼吸的声音，咱会当安怎听？咱必须要转来到伫一个咱生命中间真深的所在，去听讲，那亲像已经输入咱一切罪因由，咱生命中间所有的操烦、所有的挂虑，已经踮伫上帝的内面，通得到解决了。当伊个吐出气的时阵，这一切旧的代志过去，成做新。透过耶稣基督，保罗对提摩太讲：现在已经透过基督耶稣，
咱所有一切换新啊！咱所有一切已经成做是新的生命。所以当伊咧写即句话的时阵，伊嘛咧问讲：咱敢有信圣经的话无？咱敢有信圣经的话语吗？这个师傅对伊的学生发出这个邀请，就是踮伫所写的道理中间有真正的智慧。毋知影咱相信上帝的话无？伫教会问这个问题，敢若真怪。咱敢有真正相信上帝的道理吗？有当时踮伫教会内面，咱较关心的是爱做侪侪事工，爱办侪侪活动，爱办真侪吸引人的事，爱去关心，爱去做啥物事。咱较关心的其实毋是当来问讲，咱敢有信圣经的话无？咱较意爱的是，爱有一寡较吸引人的活动，爱去掠着讲，即马少年人到底咧想啥物？即马即个世代咧流行啥物？所以教会爱办一寡会当甲别人竞争的活动，才会当吸引人来到伫教会中间。所以定定咱用足侪气力，一直咧讨论讲到底要安怎办要做啥物？保罗踮伫遮问的问题是：你敢有信圣经的话语？你敢有信圣经的话无？特别今仔日咱大专中心来到伫咱中间分享，嘛搁一摆邀请咱关心青年的宣教的时阵，咱嘛咧面对这个挑战。咱拢知影，现在时代愈来愈紧，现在时代随时青年所接受这个物件，比咱所想的搁较侪。有当时教会一直咧烦恼，教会一直咧操烦讲无青年人要安怎，所以教会应该爱有一寡较新式的活动，爱有一寡较好的器材，爱有一寡搁较好的装备，但是袂记你问啥物？袂记你问的是，当咱踮伫那亲像一直咧弱，一直咧弱的过程中间，袂记你问咱家己，你有信圣经的话语无？你敢有信圣经的话语咧？然后圣经的话语是讲啥物？他对我讲啊，是迄个上帝呼吸的声音，代表讲上帝不断有新的创造，这个创造带来啥物？教导、督责、纠正、训练人行正路。毋是我读圣经比别人搁较侪，毋是我了解上帝的道理比别人搁较好，是通过上帝的话语，互我接受教导，然后我会当去教导，互我受到督责，互我会当嘛分享怎样去督责别人，互我受到纠正，也互我知影怎样去讲你应该安怎做。互我受到训练，也照着安尼，我会当去训练别人。所以保罗一直咧提醒提摩太，你有信圣经的话无？你有信？虽然踮伫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你的外围有遮尔济互人感受好、听了足精彩的讲道，也是足好的传说，但是你必须要转来，你有信圣经的话会改变人无？咱嘛爱问，我敢有相信圣经的话语会改变我家己无？真出名的一个奥古斯丁，伊写《忏悔录》的迄个奥古斯丁，伫迄本册内面，伊不断咧做一个见证，就是伊甲上帝的话伫遐咧车拼。伊甲上帝话伫遐咧对抗。奥古斯丁伊家己知影讲，伊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伊捌犯着奸淫的罪，伊有私生子，嘛甲青年人去偷别人的物件，所以伊伫伊的一生中间不断咧对抗生命中间的罪。为着要对抗生命中间的罪，为着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伊嘛一直咧追求讲。
我会当踮伫即个世代，我学习上好的道理无？我会当学习上界先进的学说无？所以，伊是一个修辞学大师，伊学了真济水的讲话方式，也是伟大的才目。伊认为讲安尼应该会当帮助我赢过侪引诱吧，帮助我会当赢过侪的折磨吧。毋过，无论安怎做，伊永远无采工。逐工虽然伊会当讲道，虽然伊会当去教导别人。毋过，伊永远踮伫罪的捆绑中间，安怎行拢行袂出来。到底有一日，伊咧散步，有一日伊咧散步，听到边仔花园内底有一个囡仔咧吟诗，有一个囡仔咧吟诗，伊咧吟讲：摕起来读吧，摕起来读吧，拿着读吧，拿着读吧。伊讲伊若亲像听到天使的声音，然后掀开圣经，伊掀开圣经，掀到伫罗马书13章13节到14节，伊咧讲毋通风淫来醉酒，毋通好色邪动。当伊奥古斯丁家己咧做见证讲，伊读到迄句话的时阵，伊目屎连落来。读到迄句话的时阵，伊目屎连落来。伊讲即段经文讲出伊生命中间伊生命的真相。这是我一生的罪，就踮伫迄点，伊听见写落来的道理，伫迄点，伊归向上帝。咱有信圣经，真真正正会活伫咱中间无？来到伫教会，来到正做一个基督徒，遮尔久的时间，咱有亲信伫今仔日圣经的话，永远要显现伫咱家己的生命中间无？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头一个你爱掠条启示的道理，第二个你爱掠条写落来的道理，第三个伊佫继续讲，你爱掠条什么？你爱掠条宣讲的道理。因为我信中吩咐你讲，着爱传道理，无论什么时机，你拢爱传，爱坚持去传，爱用上大的耐心去劝勉、督责、鼓励、甲教导。福音毋是技巧，福音嘛毋是咱要卖物件，学一套技术了后，就会当去甲人讲啊。福音是生命的显现，福音是生命的显现。通过启示，通过咱读上帝的道理了后，上界重要，咱嘛爱阁继续去宣讲。这个宣讲毋干那用嘴咧讲，这个宣讲是咱生命的显现。咱是互上帝掠掉的人，所以不得不去宣讲。这毋是任何一个特别积分的人的责任，是所有的人的责任。无论踮伫什么款的状况下面，你拢爱谨慎，爱忍受苦难，做传道者应该爱做的工作。这就是上帝找用你的使命啊！这是保罗的期待，伊期待提摩太，教会是我的，人也是我的。每一个世代有每一个世代的考验。伊袂永远是袂改变的。每一个时代对一代搁一代，对保罗到提摩太，其实已经一代。到伫现在，咱经过遮尔侪世代，教会是我的，人也是我的。咱是踮伫即个过程中间学习，互上帝的福音掠条，继续向前来跑走。所以，咱听见什么呢？咱听见什么款的声音呢？咱听见上帝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做什么呢？这几个礼拜，我看总会伫各所在咧办青年宣教的座谈会。总会讲，明年要将宣教的重点放伫青年的宣教。其实我并无去参加，但是听侪人咧讨论遮个代志。
咱一直咧思考，整个的教会一直咧思考，面对青年人流失到底要安怎办？整个的教会一直咧思考，当青年人受到济学术引诱，当受到济技术引诱的时阵，到底咱要安怎办？保罗对提摩太所讲这个话，诚做咱的帮衬。你有相信上帝的道理无？你有相信上帝的启示无？你有相信写落来圣经的话语无？你有相信你不断地宣讲无？最近一个青年人提出伊1年的薪水来支持一个教会的事工。一开始我还阁无开始意识过来，迄是1年的薪水哦。当我看到一个青年人伊提出1年的薪水去支持一个教会的事工的时阵，我愈想愈得到学习，因为一开始咱拢安怎想？当看到一个青年人伊提出1年的薪水，要来支持一个教会事工的时阵，毋知影咱直接的想法是啥物？伊头壳歹去啊！伊直咧问讲：你有想清楚无？你是毋是啉酒醉？是有个人讲：为什么爱一个青年人摕遮尔侪钱出来？为什么毋是啥物人摕？是卖互伊？伊免遐尔大的负担嘛？有侪无共款的想法。当我一直咧思考这项事，包括咱拜三读到莫大粒的玛利亚将迄个滴满香油的玉盘拍破，抹伫耶稣的头壳边仔的人全部拢咧讲，为什么要浪费遮个钱的时阵，忽然间我发现，原来这段圣经故事现在发生点伫我的目睭前。然后所有人的想法拢是：你应该无需要你安尼做吧？应该阁有长辈，阁较有钱，有济人，教会中间有济人嘛有事工嘛有预算，会当去支持这个事吧？迄个冲击到伫昨暗，我甲几个青年伫遐咧讨论的时阵，阮愈来愈受到冲击。一个青年人愿意提出伊1年的薪水来支持一个教会事工的时阵，竟然咱逐个人咧阻挡伊。当一个人将伊生命中间上水的物件摕出来要奉献给耶稣，要高抹耶稣的时阵，咱所有人咧想的是，伊应该无需要安尼做。迄点我才发现讲，原来我甲犹大遮尔像哦，原来我是犹大，迄带互我一个真深的反省。原来上圣经的话真正出现点伫我的目睭前啊！嘛重新去看讲，原来当咱咧讨论讲青年宣教的代志的时阵，毋是讲教会无支持青年，毋是教会无重视青年，应该是讲。咱所有人拢经过受苦的日子，所以咱无愿意互青年受苦。所以过去阮较有钱，所以阮奉献就好，青年免奉献。原来是咱伤过看轻基督点伫青年生命中间的工作，直到咱袂记哩，咱爱倚靠基督。所以伫这个事发生点伫我目睭前的时阵，我发现基督点伫伊的生命中间咧做工。毋过第一时间我袂安尼想，第一时间我拢会用我家己的想法，想要去阻挡，用我家己的想法应该阁会当对别个所在提预算来斗相共。原来我会袂记哩。基督点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掌权，咱无相信基督，咱敢若相信咱家己。所以咱无愿意互青年受苦，咱无愿意互青年去冒险，
咱无愿意陪伴青年去做因应该爱做的事，咱无愿意挑战青年，咱敢若用咱家己的方法来保护青年，认为讲因伫教会、因伫遮就足好啊。所以逐摆为着大专中心咧募款的时阵，我拢有一个真深的期待。咱所爱做的是，用上帝的话去教导、督责、纠正、训练，毋是互因踮伫大专中心、踮伫教会内面，感觉真好，安尼就好啊。因为咱咧面对的是，咱家己的性命敢有相信上帝的话？听吧，保罗讲啊，听吧。上帝的话语是对上帝的神感动所写的。迄个微细的声音，就出现踮伫咱所想袂到的所在。伫上帝呼吸的过程中间，上帝的话语显现啊！正做学生的提摩太会怎样去回应保罗呢？我想伊安尼讲：多谢你。因为启示的道，通过耶稣基督的疼，竞选你甲我，成做伊的奴仆。踮伫这个军队的旅程中间，互我找到会当军队的方向，用坚韧的祈祷赢过混乱，赢过艰难。伊会继续讲：多谢你，因为这个写落来的道。通过上帝神的感动，延续互每一个世代继续读、继续听，也将这个话刻条踮伫你甲我的心，继续写新的故事，延续每一个世代的祝福。也继续讲，多谢你，因为这个宣讲的道理，通过圣神同在。福音已经掠掉你甲我，互咱无论时机适合也是未适合，咱有缘咧宣扬，有缘咧见证，伫宣讲的过程中间，经验新的创造，带出新的愿望。上帝的话语伫每一个时代，继续带互咱新的愿望。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听微细的风吹声，听吧，雨落来的声音，是吵闹，是讲话，吐出你的心声。听风飞过的声音，是混乱，是安静。刻入你的心意，听细微的风吹声，是历史，是讲话，启示你的话语，讲爱宣讲，爱见证，是教导，是劝勉，忠心宣扬我的号召。今仔日，咱学习听上帝的话，要应验踮伫咱的生命中间，鼓励咱，祝福咱，互咱勇敢向前来跑走。请咱做伙来献开圣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用这首圣诗来回应咱的心。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见我比比去小看的人，
予我甲彼去高分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亲信我可为地去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到迄今。耶稣阮的个那海归遐亲，用我的我是心内，因为对世间经苦心，成为平安主古在，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亲信我可为地基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个，为保守的到迄今，星星阮的个那归遐看，予我亲在过个心，承受苦基金是金受感化，生命我是金这经地，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亲信我可为地基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个，为保守的到迄今，就听美世界客的死心声，诚心感动所歌声。好调团钢加见真宽面，精神真志气拖汉练，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亲信我可为地基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个，为保守的到迄今。同齐来祈祷，主上帝，愿感谢你，因为你将宝贵的道理启示予阮，也予阮对读你的话语，阮知影你所指示的道。照着安尼，阮会当不断踮伫生命中间去宣讲你的道理。主，当阮搁一摆听你的话，来到伫你面前的时，阮谦卑认阮本身的罪，因为有时阮确实无相信圣经的话会应验踮伫阮的生命中间。总是无论安怎，基督你有缘拯救阮，警调阮，互阮成做你的奴仆，互阮会当尽忠去宣讲尽阮的本质，尽阮的使命。愿主你成做阮的气力，互阮踮伫每一日，阮真正知影上帝你的话应验伫阮的生命，阮会听见你的声音。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今仔日是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所以大专中心有安排李明汉兄弟伫咱中间，咱邀请明汉兄弟来分享大专的事工。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来到东门教会，甲各位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上帝，为大专中心请安报告。我是新代团契辅导明翰，进前嘛做过大专中心的助理，
感谢上帝带领今仔日我要用淡薄仔的时间，甲大家简单介绍大专的事工意向以及阮的需要吼。伫我报告进前，请同工会当播放阮大专中心准备的一段影片。台南大专中心伫1956年成立，到今已经有接近70年的历史。中心关怀学校团体，台南大专中心伫1956年成立，到今已经有接近70年的历史。谢谢台南大专让我学到很多东西。中心关怀学校团体，教会和社会，透过学生工作者的印刷和支持，跟大家交流，吸收到新的观点，然后和自己的生活去做连接。在南百团契也是和大家的互动，学到很多，认识各式各样的人，觉得有比往年的自己一步一步的进化跟成长。在南百团契，大专中心目前服务11个学校团体，接触第300位学生，并有济济辅导陪伴和关心。大专中心和学生做伙时间真正不过是短短大专中心目前服务11个学校团体，接触第300位学生，并有济济辅导陪伴和关心。大专中心和学生做伙时间真正不过是短短但是因为阮知影是差不多有限，咱斗用的时间总是咱一时间把每一个人的改善这不用的确实无限。特别当这个人是咧超出信用的学生，但是因为阮知影时间有限，也知影咱斗用的时间无济，咱更加。大专教给我的信仰是相信每一个小孩，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因此都有感受的能力，都有追寻真理的能力。我们在带绘本，不是我本身发出荣光，告诉他们什么才是对的，而是将发出荣光的上帝介绍给他们，盼望我们跟这一群小孩是互相学习的，盼望我们有一天能一起成为追寻真理道路上的伙伴。我们现在教养是为了有一天我们可以形成那种陪伴关系。也邀请朋友乘做大专学生的陪伴者，用手机扫奉献地也是特刊顶面的 QR code， 一个月100块、200块的奉献，拢是对学生的重要支持。感谢所有关心大专宣教的兄弟姊妹，三甲去做一个实践上帝国福音的群体。大家当先拍开家己周报内底即个特刊，即个特刊，这是大专中心所制作的吼。内底有阮所服务的学校团体负责的介绍，甲阮进行的事工。台南大专宣教的理念是，互加入大专的学生，经过4年的训练甲学习，透过团体的聚会甲中心的活动，伫信仰顶面有较深的认识。对找上帝的旨意，找到为教会甲社会服侍的方式。阮透过一个搁一个的活动，邀请关怀、引带成长，互学生会当加做主的门徒。我认为大专宣教有3项真重要的内容。第一项就是会当关心对外地来读册的学生。我是一个台北人来台南到新台读册。我欢喜真欢喜会当进入大专中心参与新台学校团契。伫一个气氛的所在，有一个充满疼的信仰团体，佮伫信仰顶面彼此的造就、带导，嘛分享彼此的生活。
我受这互到外地读册青年真有温暖的感觉。第二项就是重新建造家己的信仰。大专中心有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期待来遮聚会的学生会当思考家己的信仰。这毋是对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来的信仰，是你家己思考了后的信仰。我发现一个淡薄仔趣味的代志吼，就是伫圣代团契聚会中，人数受关的聚会，毋是做伙聚餐食饭，是做伙读圣经。因为阮起造一个会当对话的空间，互大家会当问伊真正想要问的问题吼。阮阁透过趣味的讨论，互圣经的话语会当真实进入阮的生命中。譬如讲，阮咧读约翰福音的时阵，有一个学生问讲。耶稣讲，阮爱彼此相疼，但是这个疼的对象，敢有包括出卖耶稣的犹大？这是一个真趣味的讨论，吼，也引起大家讨论。咱会当想看卖，当咱疼袂落去的时阵，耶稣对犹大的感受是啥物？咱要怎样去实践疼的改变？第三项就是将这4年的训练甲学习，会当实践伫家己的教会甲工作中。今年我伫教会开始做助理学的老师吼，练习用故事册甲囡仔讲话分享圣经的故事，也互因会当参与伫课程的讨论中。我发现其实囡仔足介意听故事，当伊咧提出问题的时阵，若是咱愿意听甲回应，我相信这对因信仰的发展真有帮助。有一摆有一位老师在讲起基督徒受压迫的故事吼，有一个囡仔问讲，为什么这个基督徒受迫害的时阵，上帝无救因啊？伊毋是足敖吗？伊为什么无爱救这个受苦的人？我真介意伊会当提出这个问题吼，因为伊已经开始去受苦难的意义，以及去思考上帝伫人的苦难中间。伊到底伫倒位？所以其实每一个囡仔拢是神学家。大专的信仰的造就，嘛影响我的家庭甲工作。我的太太是一个教囡仔艺术的老师，我介意做伙经营一个工作室。阮期待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拢会当伫即个空间自由展现因上真实的模样。阮期待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拢会当伫即个空间。建立真实的关系，相信大人嘛需要有成长的空间，所以我嘛伫太太上课的时阵吼，甲家长透过一本册分享彼此的生活，期待这个工作室会当互更较侪的家庭得到生命的优次。我甲太太拢是伫大专中心得到足侪的造就，所以用团契的思考去思考甲人的关系。团契的意思是，我甲你中间有上帝的保守，我的任务就是互人认捌上帝的恩典，用上帝对阮的疼会当疼身躯边的人。我相信大专的宣教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是关怀学生重新建造信仰，也是实践伫家己的教会甲工作中，拢会当改变真侪人的生命。因为安尼，阮真需要教会的支持。这个特刊的正趣味，是阮年度的修宪计划。真感谢旧年大家的奉献，互阮的无障碍的厕所顺利的完工。阮希望继续互大专中心这个空间，会当更较适适互每一个人使用。伫遮邀请大家会当用信用卡扫描这个特刊的封底，右下角有个 QR code。为大专定期定额的小额奉献，会当是100块、200块，还是500块。阮希望互每一个会友的支持，拢会当继续互大专生4年的生命得到足侪的成长。看起来做青少年，也是大专的事工，无法度马上看到效果。但是上帝安排超过人的想象，无大专中心，其实就无现在的我。我嘛无想过有一天我会徛伫遮，甲大家报告大专的事工，分享家己的生命。其实咱栽培青年，看的毋是现在，是未来。
若是咱对未来有教育的信心甲意向，咱会真有热情去做青年的宣教，互咱的信仰会当传到咱的后一代。希望大家继续为大专奉献甲代祷，支持大专的事工，就是支持每一个青年的生命成长，嘛是支持教会的未来。多谢大家。即是来奉献。请坐，咱来请牧师报告甲介绍。好，咱来看咱就教会几项事工，甲咱大家三分享。拜三的圣经学堂，咱读到马可14章12节到31节，请咱会当做伙来致意。今仔日是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也请咱继续来支持台南大专中心的事工。今仔日两位同工踮伫咱中间，有明翰甲云芳伫咱中间，好啊，请因起立，互大家欢迎因来到伫咱中间。好啊，第二项，咱菲利比书的课程后礼拜暂停一摆吼，因为有个别礼拜，所以咱顺延一礼拜到29再来写上课。过来，咱踮21月初6，咱甲总会下晡3点要11月初6下晡3点要举办伊丽莎白牧师娘的纪念礼拜，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迄天下晡11月初6下晡3点会当做伙来参与。迄早起的主日是八角塔的府城合唱团要踮伫第一堂甲第二堂礼拜中间献诗，所以嘛会当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有兴趣的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参与。好过来是咱踮伫昨有举行义宏甲云瑜的结婚礼拜吼，因踮伫后壁对无？徛，互大家熟悉义宏甲云瑜。
哦，这是迄个苏老师的后生吼，苏老师的后生。好，搁来，咱踮伫昨有为着朱夏昌兄弟办个别礼拜，伊是100岁因的遗族踮伫咱中间要咱的兄弟姊妹来致意，愿咱也踮伫祈祷中间继续纪念朱夏昌兄弟吼。好，搁续来，咱即礼拜咱有黄阳辉兄弟，伊踮伫10月初8，名字稳调。黄阳辉兄弟是进前中的老师，踮伫活水领受洗礼，是卫灵节的阿舅，卫灵节的阿舅，我甲平长老迄天到伫伊的厝内底接纳伊，诚做咱教会兄弟姊妹。阮拄离开无偌久，伊也互上帝接去啊。所以咱会踮伫即礼拜拜六9点，踮伫殡仪馆来举行迄个日炎礼拜甲个别礼拜，咱也继续为着卫灵姐甲妈妈，还有杨辉兄弟的查某囝因全家，咱也为着因来祈祷吼。好，我做以上遮的报告，咱礼拜煞以后，咱会当继续交易甲分享。咱即时要先来共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金句是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我读一遍，咱做伙来读2遍。着传道理，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拢着坚持去传。着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督责、鼓励。请大声来读。着传道理，咱即时要来念祝福的诗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圣诗400首，请起立。愿主真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福你心是坚定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厅堂，亲像长老我水，你望母互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真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福你心是坚定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厅堂，亲像长老我水，伫望母暗暝看见主的光，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厅堂，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常常踮伫恁的心内，通过恁正做正人的祝福，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阿免。阿免。
济。电乐煞，请咱互相请安。